直播大時代，人人都做直播，你估人人都想睇直播咩？不論係 YouTube 直播、Twitch 或者其他平台嘅播客，越嚟越多網上創作者加入直播行列。但係直播節目喐唔喐到成個鐘以上，有人坐定定喺度睇晒2-3個鐘嘅直播，一係佢就係 O 緊 T 嘅人，一係佢就係維吾爾族人。上天再唔公平都好，人人都係得24個鐘，扣除瞓覺、食飯、返學、返工，要睇完一個直播節目，就代表你連繁殖嘅時間都要犧牲埋，為咗拯救人類嘅命脈。一個偉大嘅職業應運而生，佢就係精華師。嚴格上嚟講，佢唔係一個職業，即係直播主嘅好拍檔，負責將冗長嘅直播節目化繁為簡，剪輯成為一段段容易入口嘅直播精華。你或者唔係 JFFT 嘅忠粉，但你總會睇過龍巴仔嘅精華片。你只係想睇煎皮講網絡花生懶人包，佢直接請埋個剪接師翻嚟餵埋入你口。精華片往往係引人睇直播嘅糖衣陷阱，越爆越搞笑，越絕核，越容易導入觀眾轉睇直播。所以直播節目必然伴隨精華片。主動製作精華片嘅人只有2種，一係就係用愛發電嘅粉絲，二就係俾錢請翻嚟嘅精華師。而香港網絡界就發生過一件著名嘅偷片事件。達哥 backup 佬事件牽涉到當時最紅嘅遊戲直播主達哥被指偷片嘅主人翁 backup 佬從中獲利6位數字嘅港元，更反客為主，水鬼升成王，情緒勒索翻達哥，企圖爭奪達哥喺 YouTube 嘅官方認證，令佢一度陷入公關危機。收皮啦 backup 狗！時間翻到嚟2017年嘅香港網絡，遊戲直播主達哥喺直播界如日中天，坐擁唔少粉絲，唔少有心嘅粉絲更以行動貢獻翻俾達哥，將直播中嘅搞笑片段剪輯成片放上 YouTube。當中有觀眾係得到達哥授權，有啲就未被授權，但係達哥向來都係採用隻眼開隻眼閉嘅態度，放任一眾未被授權嘅精華師。畢竟留低嘅都係翻心意，而且達哥從來都冇備份影片到 YouTube 嘅習慣，有人義不容辭幫手，佢都來者不拒，算係多一份免費宣傳渠道。其中最為人熟悉嘅，莫過於一個名為 Ted Full Clip Backup 2頻道，即係日後大家耳熟能詳嘅 Backup 佬。Backup 佬由2013年開始備份達哥每晚嘅直播，但係佢嘅精華片可以話完全冇精華可言，佢只係將達哥每晚完整嘅直播以及聊天室嘅內容備份到 YouTube， 即係影片搬運，非精華剪接。由於 YouTube 向來都係港人常用嘅睇片平台，加上當時 Twitch 重溫直播嘅功能係有窒機問題 ，Backup 佬嘅舉動便利咗一眾錯過直播嘅觀眾，輕易就可以喺 YouTube 重溫直播，令佢嘅名望日漸增加。Backup 佬嘅頻道訂閱數甚至超過達哥官方嘅 YouTube 頻道，高峰期足足高達12萬訂閱。相反，達哥當時真係有5萬訂閱，連 Backup 佬嘅車尾燈都見唔到。當一個影子嘅光芒開始蓋過主人，呢個就係妹仔大過主人婆嘅悲劇前奏。2017年1月16號，毫無預兆下，達哥開始收歸 Backup， 自己備份翻直播，將直播備份放喺官方頻道，並且加設水印。對普通觀眾嚟講，其實冇咩影響，反而值得慶賀。等咗咁多年，終於都有正版正貨直播睇，唯獨有一個人係最唔希望呢一日嘅來臨。冇錯，佢就係 Backup 佬。達仔好似會自己放 Backup， 咁我嘅歷史任務係咪應該完結？ Backup 佬喺社交媒體向觀眾提問，動之以情。MK 文學嚟講，稱呢一種行為為叫親。唔少觀眾含淚挽留，多得佢，我哋先可以上 YouTube 睇到達哥。唔單止多咗人識達哥，確實都方便其他兄弟睇，起碼方便咗我嘅。有人認為 Backup 佬應該要尊重達哥決定，畢竟個版權應該喺達哥身上，或者 Backup 佬可以問達哥拎個授權，定係可以俾你加入佢嘅 Backup 團隊。Backup 佬表示會詢問達哥以後嘅安排。說時遲，那時快，翌日Backup 佬再喺社交媒體公布壞消息，達哥尚未回覆，暫不會上傳新 Backup， 請到 Twitch 或 Underground TV YouTube 收看重溫。Backup 佬稱試圖聯絡達哥不果，暗指達哥無意溝通，但係達哥又唔係你男女朋友，唔通要做到秒覆程度咩？而 Backup 佬煞有介事咁公開呢啲資訊，似乎係想煽動觀眾情緒，博取同情，利用群眾壓力向達哥施壓，增加自己談判籌碼。而結果正合 Backup 佬心意，唔少觀眾紛紛聲援 Backup 佬。要不是 Backup 佬，未必咁多人睇到達哥嘅片，未必有咁多人識達哥。李生由於工作關係，睇 Backup 佬嘅片多過睇佢嘅直播。Backup 大佬支持你，好多人都因為睇你嘅片先識得達叔，或者透過你去提升佢嘅知名度。如果而家佢出咗名就唔要你，我會對佢好失望。達哥向來視一眾觀眾為爆機兄弟，漠視 Backup 佬嘅行為，俾人感覺佢係冇義氣。Backup 佬回應：有啲嘢講到出口就好無謂噶啦。
似乎係佢自己都認為自己係有份幫達哥打響名堂。事件開始於網上發酵，部分網民指責達哥過橋抽板，認為 Backup 佬多年嚟功不可沒，喺達哥未紅之前已經默默幫佢備份直播，到達哥紅咗就當 Backup 佬係龍袍，用完即棄。網上衍生出一套冇 Backup 佬達哥就唔會紅嘅論調，結果論嚟講似乎合理，但係本質上嚟講完全係本末倒置。有觀眾一語道破：點解你會睇達哥？因為達哥好睇。點解你會睇 Backup 佬？因為達哥好睇。如果你要話 Backup 佬帶起達哥，我反而覺得 MUV 兄弟或者 Test Story 兄弟功勞最大。達哥嘅個人特色同埋堅持，先係佢紅嘅主要原因。如果當初達哥自己做埋 Backup 工作嘅話，Backup 佬係連存在嘅意義都冇。事情發生到呢一刻，達哥嘅觀眾群分為兩派，部分支持 Backup 佬嘅觀眾開始喺達哥直播期間留言洗版，干擾直播秩序。呢班人被稱為小學雞。留言區嘅戰火蔓延到其他網上討論區。唔該你對 Backup 佬客氣啲啊！達哥呢件事成功唔係靠你林生一個㗎咋，真係達哥直情應該要客氣到抬住部電腦，買埋大電視送上 Backup 佬屋企，放喺佢床頭，拉埋屋企條網線過嚟，交埋9點半鬧鐘俾 Backup 佬，幫佢 backup 自己嘅遊戲直播，最好係送埋個台俾佢添啦，咁先合乎香港嘅好客之道噶嘛！真係有人表示會霸睇達哥，支持 Backup 佬另起爐灶，直播打機，搞個新台同達哥對冚，打交咯。事情發生短短幾日，已經被網民熱烈討論，罵戰不斷，烽煙四起。我要你同我講清楚啊！面對兔死狗烹、出賣兄弟嘅指控，一直關注事件嘅達哥被龐大嘅輿論壓力壓垮，再冇辦法開台分享快樂，宣布於1月19號暫停直播1日，並且將於翌日交代一切。達哥就嚟俾人鬧到收台嘅時候，事件迎嚟一個重大嘅轉捩點。1月20號，達哥於社交媒體發表長文1510澄清整件事嘅來龍去脈。Backup 佬開始 backup 我啲打機片，我覺得都係 fans 嘅一番好意。雖然佢冇主動問過我授權，我當時嘅態度係隻眼開隻眼閉。15年出於禮貌，仲 PM 佢講過一句辛苦佢。點解達哥2015年會無啦啦同 Backup 佬講辛苦呢？原來2015年正正係 Backup 佬頻道令 YouTube 10萬訂閱獎牌嘅嗰一年。達哥可能出於禮貌感激佢多年嚟嘅付出，但原來 Backup 佬從來都係冇得到達哥授權。基於佢嘅 backup 完全只係複製直播內容，冇新元素，冇創新可言，可以話係赤裸裸嘅侵權，即係偷片。直到大概1年前，見到高登有人討論 Backup 佬用我嘅打機片賺錢，我當時將信將疑。當時留意到 Backup 佬好似有段錄音回應，佢對於獲利只係一句帶過，類似話錢嗰啲唔好講啦。到咗2016年中 ，G 公司嘅人聯絡我，傾我喺 YouTube 官方 channel 嘅問題，因為 YouTube 搜達哥出現嘅係 Backup 佬嘅頻道，但係 Underground TV 先係我官方嘅頻道。當時 G 公司向我展示一啲數據 ，Backup 佬嘅 channel 係有盈利。獲利嘅數字令我非常驚訝，多過唔少人每個月嘅人工。G 公司建議我自己擺翻 backup 片，當時 G 公司話佢哋係有聯絡過 Backup 佬，通知佢嘅影片存在版權問題，需要處理，但係佢冇回應。G 公司仲提到 Backup 佬曾經嘗試申請過官方認證，但係 G 公司冇通過。我多次同 G 公司嘅人員溝通，可否停止佢盈利，但由於我冇 content ID，G 公司人員冇權限停止佢盈利。G 公司話唯一可以做嘅係檢舉佢個頻道，但係我冇咁做。到咗11月25號，G 公司嘅人再聯絡我，請 Backup 佬嘅頻道廣告數量增加，月盈利數目增加50%，變本加厲。聽從 G 公司建議，今年1月16號，我開始正式自己做 backup。我係冇 ban 過任何人，冇直接叫任何人唔好再 upload 我啲片。我估唔到嘅係 Backup 佬喺冇私下同我有任何溝通嘅情況下，喺佢嘅 Facebook 專頁公開詢問我係咪唔俾佢繼續 backup，令事件公開化，變咗一定要俾公眾一個交代。1月17日 Backup 佬出咗第一個 post 之後，見到有人留言建議佢同我傾授權，所以當日佢晚上6點左右私信咗我。但相信有了解我當日行蹤嘅人都知道，當日我翻咗大陸出差公幹，晚上趕翻嚟開台已經係10點，根本未諗到點樣處理 Backup 佬嘅問題，佢就即刻單方面出 post，並聲稱得唔到我答覆，唔再 upload 我嘅 backup 片。佢發私信俾我嘅時間，到出第二個 post 話我唔回應嘅時間，過程不足1日，咁大件事根本冇足夠時間俾我諗清楚點處理。講得唔好聽，我有種俾人擺上台嘅感覺，而呢個人仲要聲稱係我嘅兄弟。同一時間，好多人鬧我，話我過橋抽板，冇佢我唔會紅之類。我自己感覺係，好多人係睇咗一啲精華片先認識我。可能你會話冇 MUV1668 幫我剪精華，我唔會紅。我應該要多謝 MUV1668，都合理啲。聽到呢啲留言，唔知點解覺得好難受。
要我多謝一個利用我影片盈利多年，我自己一 back up 翻就製造輿論攻擊我嘅人，我真係冇辦法講多謝。當 back up 佬話達哥冇同佢溝通，但原來一直逃避溝通嘅人係佢，冇得到同意下備份、開盈利、爭認證。達哥一直採用放任主義，但做好人偏偏得唔到好報，拱手將自己嘅利益放入 back up 佬嘅銀包。唔使錢嘅嘢係最貴。最後仲要俾 back up 佬反咬，用一個傷害佢嘅方式同佢溝通，迫使達哥公開回應，同時亦迫使 back up 佬自己走向末路。為咗開台直播，我多年嚟堅持周一至周五每日直播2小時，有時食冇定時，所以人都好消瘦，亦都令腸胃累積咗唔少毛病。我從來唔中意賣慘，因為唔想俾負能量人哋。但如果真係要論呢啲勞苦，當 back up 佬係1，我係9。但而家呢啲影片上面嘅直接得益，佢係10，我係0。我都冇講啲咩。點解被指責嘅都仲係我？去到最後，達哥亦留低最後嘅溫柔。各位唔好去 back up 佬嘅 Facebook 攻擊佢，或者做出啲咩起底嘅行為。呢一啲壓力佢未必承受得到。達哥出長文解釋後，整個輿論風向180度逆轉，冰釋前嫌。大部分嘅網民傾向支持達哥，轉向攻擊 back up 佬，要求佢逐點回應、公開並且歸還盈利俾達哥。back up 佬初時依然立場堅定，立即回應3點。我印象中從來冇喺 YouTube 申請官方認證頻道，我甚至連申請嘅資格都唔知。我只係申請咗一個驗證，去令我可以 upload 超過15分鐘嘅影片。盈利3年半嚟，合共約36萬。我只係收過 YouTube 自動發出嘅 Content ID 版權信，當中呢啲電郵只係作通知用途，並冇要求我回應。面對排山倒海嘅反攻，後來 back up 佬開始步入瘋狂，想收我 back up 佬檔應該有啲難度。如果冇達仔睇，年輕人暴動都似。佢 DQ 咗線啊！當達哥自己 back up 翻片嘅時候，觀眾照樣可以睇翻直播，又何來冇達仔睇呢？ back up 佬應該去 back up 多份自己嘅腦。1月21日，當達哥清晰公開一切真相後， back up 佬敗局已定，正式發表道歉聲明。由我建立呢度第一件事，我經常提醒自己，出發點一直都係為咗方便大家。喺呢件事上，我的確冇向達哥拎過一個正式嘅授權去進行備份呢個行為。我冇諗過會產生妹仔大過主人婆嘅情況。喺訂閱數不停上升嘅時候，我了解到自己好可能係一啲唔認識達哥嘅人嘅第一個接觸嘅地方。我當時亦提醒自己，我要努力做好佢。至於我發帖嘅問題，我從來冇擺過達哥上台嘅意思，我只係希望大家可以盡快搞清咗事件。我希望達哥佢可以俾一個指示我，並冇其他意思，並冇諗過會造成咁大影響，更加冇諗過要指責達哥啲乜嘢。我只係一個學生，事到如今，我已經十分後悔。講到尾，我冇一樣嘢做得啱。喺呢一度，我想向達哥作出一個最真心、最真誠嘅道歉。我亦都希望呢一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令達哥可以繼續開台。back up 佬隨後將 YouTube 頻道同社交媒體專頁剷除，完美退出公眾視線，不帶走一片雲彩，但就帶走咗個36萬。事件正式落幕，達哥宣布提早放假，直至到同年2月尾先重新開台。一眾爆機兄弟紛紛繼續支持達哥，我愛達哥，我愛達哥。等咗1個月，好似等咗1年咁長。back up 佬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唯獨有極少數嘅網民依然每年重提事件，堅持為 back up 佬討回公道，求仁得仁。2026年，達哥喺14週年台慶上，終於為 back up 佬證明佢係賊。偷嘢就偷嘢啦，呢啲係冇得狡辯㗎。back 咩 up 啫？收皮啦 back up 狗！時至今日 ，YouTube 上仍然有唔少精華師未經授權下剪接或者搬運他人直播，有啲係純粹分享，有啲可能有盈利，係咪構成偷片呢？就要睇翻直播主嘅睇法。我平時都同大家講，我哋 JFFT 係幫大家提供一個無限嘅就業機會噶嘛。你知大家只要有心，你當我哋剪精華呢一條水，好似啲人揸 Uber 咁樣，只要你肯揸，你肯剪，你肯花心機上字幕，肯搞色水，有呢個剪片 sense 嘅話，你去做，成日都話咧都係 win-win sharing 噶嘛。即係你哋幫我哋剪精華，我哋又多人睇咗，跟住你哋可能又有人睇下嘅話，咁你哋自己都可以賺到嗰個副業嘅一嚿錢都好啊，係咪先？無可否認，有時啲熱心粉絲剪接嘅精華片係好睇，佢哋往往都係由心而發，收錄到自己喜愛嘅直播主吸引嘅片段，剪輯成精華片。呢啲單純想同人分享快樂嘅精華片，往往係最幫助到直播主吸引更加多新觀眾嘅有利。有時直播主本人或者僱用翻嚟嘅剪接師，都未必了解到直播主嘅個人之處，陷入咗盲點。唯獨係真誠嘅粉絲先會真正了解直播主值得被人喜愛嘅一面。但喺影片速食世代，氾濫成災嘅精華片，又形成觀眾睇精華片多過睇原版直播嘅情況。不過呢個又係另一個話題。今次係嚟到呢度，訂閱讚好，我哋下次再見。